一個人行衰運嗰時，要做好4件事，好運福氣自然來噶啦。邊4件事呢？首先個家庭要和睦，大家要多啲鼓勵支持，冇指責怨咁多。正所謂門前放筋討飯棍，親戚故友不上門。一個人行衰運嘅時候，唔單止親戚朋友會避之則吉，可能就連平時有牙齒印嘅人，幸災樂禍，甚至會落井下石。不過真係嘅，有時候人衰開係有條路嘅，所以當你行衰運嘅時候，一定要記得謹言慎行，做好4件事，慢慢就會時來運轉。咁首先第一件事就係家庭嘅內部要和和氣氣，小事不指責，大事一齊孭，凡事多體諒，唔好去埋怨。親人就係你最強大嘅後盾，無論發生乜嘢事都好，只要一家人團結齊心，和和氣氣，有咗屋企人嘅支持同埋鼓勵，你先至有反擊生活嘅底氣。咁你試想下啦，如果本嚟都諸事不順，返到屋企仲互相埋怨、互相指責，家嘈屋閉，屋企一地雞毛，仲邊有精氣神去處理外邊嘅事啦？係咪？所以話只有家中有心機，先至有繁榮嘅景象，先至有好運嘅轉機。咁第二件事呢？要提理下自己，冇咁邋遢，改變下形象，好運就慢慢來噶啦。一個人行起衰運嘅時候，特別容易意志消沉，一副霉抌哚咁嘅樣，冇離神氣，滿臉倦容，仲會着得咧咧啡啡，喂，一副霉相咁嘅樣，人哋一睇就知佢好撈唔掂啦，係咪？甚至有啲人呢，覺得唔順心嘅時候，仲會借酒消愁，沉迷玩樂，以為令到自己變得更加頹廢就可以忘記煩惱，但係其實咁樣只會令到自己越踩越深，越嚟就越借。長期落去，身邊嘅朋友可能都會覺得你一無是處，會遠離你，可能就連你自己都會睇唔起你自己。嗰時候人生真係一丁點嘅希望都睇唔到。如果真係到咗谷底嘅時候，首先要戒嘅就係懶，然後杜絕嗰啲消極負面嘅情緒，再從形象方面開始改變，堅持提升自己嘅精氣神，認真咁打扮自己。古人有句說話言語壓君子，衣冠震小人。所以你喺生活上越係生活得得意嘅人，越係意氣風發，精神面貌越係好嘅。一個人只要佢嘅精神面貌提升咗，霉運先至會退去，用你嘅氣勢去戰勝厄運，慢慢先至會轉運。咁你試想下啦，如果你一副霉抌哚咁嘅樣去同人傾生意，又點會順利呢？係咪？所以從依家開始剃乾淨你嘅鬍鬚，執企理下個眼耳口鼻，剪個頭髮，再從頭到尾執乾淨，換套新嘅衫，再去出發。咁第3件事呢？做開仔就要忍，心強大就乜都怕噶啦。正所謂牆倒眾人推，當你黑仔嘅時候、負債嘅時候、失敗嘅時候，或者係人生低谷嘅時候，周圍就會有各種冷嘲熱諷嘅聲音，有人同情你，有人笑你。呢個時候你就會覺得好難受，體會到乜嘢叫做世態炎涼，乜嘢叫做人心險惡。但係都要忍，呢個就唔係懦弱，而係一種不爭嘅智慧，保持內心平靜，專注自己嘅目標同希望。堅持向前跑，只要內心強咗，學識積極自救，先至可以早日走出生活嘅困境。咁第4件事呢？唔單止反省，就要變通，咁先就會轉運噶。有個咁樣嘅古仔，話說喺大禹時期，有一個曾經背叛夏禹嘅諸侯，叫做有扈氏。佢喺離開咗部落之後，就帶住一班兵馬去攻打大禹。咁夏禹知道之後，就派咗佢個仔白啟去應戰。不過結果白啟輸咗，而白啟嘅下屬就好唔忿氣，勸白啟再次進攻。不過白啟就覺得冇咁樣嘅必要。事關白啟認為，論軍隊我比佢多得多，論地方我又比佢大，但係俾佢打敗嘅原因唔係因為兵力嘅原因，而係因為作戰嘅能力不如佢。我要揸緊時間反省下，提升下自己。自此之後，白啟從朝到晚去苦練呢個作戰部署。1年之後準備開戰，有扈氏打聽到白啟嘅進步之後，主動舉白旗投降。所以古人經常話，人貴在反省，反省就好似一面鏡，佢將我哋嘅錯誤好清晰咁影射出嚟，再修正，對自己足夠咁狠，足夠自律，事業啊、生活啊，一定可以蒸蒸日上。咁變通其實就係重新審視自己嘅人生，反省自己嘅過錯，再嚟一次蛻變，積極咁面對生活，重新出發，咁樣先至會迎嚟人生嘅時來運轉。
嗱，當你嘅生活慢慢開始穩定，當你嘅精氣神提升起身，內心強大咗，學識變通，相信你嘅人生一定會時來運轉，否極泰來，東山再起。加油！願你往後餘生條路皆坦途，所願皆美好。家在管住在身的修路走，有3種說話你冇講，福氣就自然會來噶啦。邊3種說話唔講得啊？首先，尖酸刻薄嘅說話就少講。國學大師曾經講過，唔好口出惡言，提醒自己講啲難聽嘅說話，邊個都會，咁樣係冇修養嘅。講難聽嘅說話，並唔係話表示你好能幹，尤其係生氣嘅時候，千祈唔好口出惡語，因為生氣嘅時候冇好嘅說話聽，亦都冇好嘅面色睇嘅。越係嬲，越講難聽嘅說話，只會傷人傷己，只會令到件事變得更加衰，最後連福氣都走埋。佛家經常講言辭要柔軟，嘴上面要留得，咁福氣先至會留得住嘅。今日傷害咗人哋，日後就會受到人哋嘅傷害。例如喺春秋時期，宋敏公佢經常辱罵嘲笑敗軍之將南宮長萬，咁最終南宮長萬忍無可忍，將其殺害。原本宋敏公佢係大國諸侯嚟嘅，但係因為管唔住自己把嘴啊，最後反受其傷。仲有個真實案例，有個阿媽喺車上面嚴厲批評個仔唔聽教唔聽話，咁個仔一時諗唔開，一怒之下打開個車門跳咗落去，當場死亡。阿媽抱起個仔撕心裂肺咁痛哭，一直喺度話錯啦錯啦，但係已經冇用，太遲啦。所以話惹禍只因閒口舌，招牽多為狠心腸。所以有句俗語講得好好嘅，話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惡語傷人6月寒。好嘅說話可以溫暖人心房，但係同樣亦都會刺痛人嘅心。可惜嘅係喺當今社會，好多人將自己最好嘅一面俾陌生人，將一啲責怪啊、埋怨啊，又或者係傷害啊、刻薄嘅說話留俾自己嘅至親。所以要記住，人一旦失去咗口德，福報自然就會溜走。因果不饒人，你講啲乜嘢說話就會得到啲乜嘢果，所以要管住自己把口。咁第二種有咩說話呢？就陰質利嘅說話你冇講。正所謂口係殺人斧，言係割舌刀。有個成語叫做一語成讖。呢句成語係出自《史記》嘅。話說當時候秦始皇聽信一位巫師嘅預言，話亡秦者胡也。咁秦始皇當時聽到之後係好忌憚嘅，只要發現姓胡嘅或者係叫阿胡嘅人，當即處決。但係最終令到秦朝滅亡嘅唔係因為一個叫阿胡嘅人，而係西北地區嘅匈奴。咁古代當時候將佢哋叫做胡人。咁呢一個就係一語成讖嘅由來啦。一句預言就變成事實，意思其實就係話講啲唔吉利嘅說話，戲言都有可能係成真，會應驗嘅。咁呢一個亦都係老一輩人講嘅，好嘅唔靈，醜嘅靈。事關古人認為語言同文字係有能量嘅，要心存敬畏，尤其喺講嘢方面要謹言慎行。唔確定嘅事，冇把握嘅事，詛咒人哋嘅惡語一定唔好講。但係喺生活上係好多嘅，例如話屋企人之間嘈交啊，嬲起身嘅時候，隨口就詛咒對方啦。又或者喺生活上特別嬲某一個人嘅時候，就會喺度咒罵人哋，問候人哋全家啊，咒罵人哋屎啊，等等一啲唔吉利嘅說話、惡毒嘅說話。嗱，呢啲說話一出嘅話，唔單止會傷害自己，仲會令到自己失去理智。萬一應驗咗嘅話，後悔莫及。而且語言係有能量嘅，講啲詛咒人哋嘅說話就會反噬到自己嘅身上，因為心腸唔好嘛，就會吸引啲衰嘢翻到自己嘅身上啦。心同語言就好似一面鏡咁，你心入邊裝嘅係乜嘢能量，你嘅言行舉止就會體現出嚟噶啦。人自然就會俾呢一種心靈能量所感召。人嘅性格、命運、福德就咁樣定型噶啦。咁第三種有咩說話呢？冇含一係一背後講壞話。雖然話誰人背後無人說，誰人背後不說人，但係如果經常喺背後講人哋閒話，講人哋是非，對人哋嘅生活妄加評判嘅話，咁樣最終都會害人害己嘅。背後講人是非，唔單止會拉低自身格局，敗壞道德修養啊，仲會損害人嘅名聲。會激發雙方嘅矛盾，令到自己陷入無聊嘅人事鬥爭，不斷咁樣消耗人嘅精氣神。天下沒有不透風嘅牆啊！你喺背後討論人哋，
無論係或多或少啊，無論係有意無意都好啦，傳到當事人耳邊嘅話，只會越傳就越難聽，到時候你真係跳落黃河都洗唔清啊！所以我哋要管住自己嘅嘴，少喺背後講人哋是非，多積啲口德，咁福報自然就會越嚟越多噶啦。總而言之，唔吉利嘅說話、惡語唔好講。3日學講嘢，一生學會閉嘴。於己係修行，於人係善行，係尊重。咁一般有福運嘅人，佢哋只會講啲積極向上嘅說話，咁樣先係帶俾自己好運同福德，先至會令到自己正能量滿滿，生活充滿光明噶嘛，係咪？認同嘅話，點個讚，與大家共勉同行。講6條旺自己嘅玄學真相，可以令到你嘅人生越嚟越順，甚至令到啲錢主動嚟揾你。尤其第2條、第4條。有位大師講過，如果想去身邊嘅小人，根本就唔使用啲咩打啊、燒啊、吉啊呢啲招數，你只需要跟住念：人皆濁我獨清，人皆虛我獨平，人皆枯我獨榮，人皆破我獨成。保持乾淨嘅信念，正義凜然，過段時間睇到效果噶啦。而水為財，所以財應該好似水一樣流動起身嘅。你要記住，使錢係有玄學嘅，間唔中買翻啲嘢唔使好貴好大件嘅，你就會發覺你自己嘅運氣係越養就越旺。因為平時我哋經常話要慳，要以儉養德，但係如果過於慳，只進不出嘅人，可能就好容易會因為某件事將之前取落嘅錢冚唪唥嘔晒翻出嚟啦。所以錢一定係要流通嘅，唔係存起身唔用嘅。有句說話，省着省着，窟窿等着，用着用着，財神送着。祝睇到呢度嘅朋友仔財源滾滾來。3萬物都係相抵嘅，如果有人同你講你會破財喎，咁你就去買翻啲平時唔捨得買嘅嘢。如果有人同你講你要有車禍啊，咁你就去玩翻次細佬哥經常玩嗰隻碰碰車。如果有人同你講有官非，你就去法院坐一下旁聽一下。話你知有傷痛疾病，咁你就去醫院打個白鴿轉。話你知有血光之災，咁你就順便去醫院驗個血當體檢。世間萬物好多嘢都係相抵嘅，我哋可以將一啲唔好嘅嘢提前換另外一種方式發生，保持乾淨嘅心態，唔好亂諗一啲唔等使嘅嘢。雖然生活中冇你想象得咁好，但係亦都冇你想象得咁差。該過去嘅總會過去，相信嘅力量，生活會越嚟越好嘅。4凡事發生皆有利於我，有時候張單冇簽成，可能呢單生意背後有巨大嘅商務漏洞，有啲嘢做唔成，可能係老天爺喺度保護緊你。例如話臨出門之前部車先至壞咗，可能你嗰日開部車出去嘅話就係一個交通事故。有人同你分手，可能就係你嘅生命等級提高咗，係你嘅生命喺度幫你做自動嘅剝落，得之坦然，失之淡然啦。喺玄學上面，正緣嘅夫妻同伴侶都有一個互補嘅特點。通常就係一個勤力，一個懶，一個中意控制，一個中意俾控制，一個能說會道，一個就唔多識講嘢，一個就好性急，一個就好滋滋悠悠。咁其實呢個就叫做一把鎖匙開一把鎖，兩個人有時候會互相嫌棄，但係大多時候都會互相惦記。6好現實同你講，財富係未必靠賺嘅。有啲人一生勞勞碌碌，但係所剩無幾；但係有啲人呢，反而輕而易舉就可以獲得財富。可能真係老人講嗰句食幾多着幾多係整定嘅，命運早已經自有安排。咁我哋可以做到嘅就係萬事盡心盡力，一切順其自然，平常心等待結果。祝福你好運，福生無量，記得點讚。講6個玄學真相好有用，尤其第2條、第3條。1好運嚟之前其實有徵兆嘅，能夠刷到呢條視頻絕非偶然，係命運喺度提醒你，你嘅好運馬上要到嚟。喺評論區留低一句富貴吉祥，接住你嘅好運氣。2你最近有冇覺得諸事不順呢？唔使擔心，呢個好有可能係好運即將到嚟嘅前兆。有以下呢6種徵兆啊，就恭喜你啦！睇下你有幾種。1面型變圓，福氣自來。千祈唔好嫌棄自己塊面圓喎，呢個其實係一種福相嚟嘅。你可以留意下嗰啲富家千金貴女，佢哋塊面都係圓潤有肉嘅。圓潤嘅面就係自帶福氣同財氣。古人都有講啦，
圓面七分財，不富也鎮宅啊嘛。第二點，氣色紅潤，運勢變好。如果你近排照鏡發現自己嘅狀態非常好，皮膚透亮，眼淚有神，神采飛揚，咁就恭喜你啦，講明你嘅運勢馬上就要變好，人生馬上就要開掛。咁你就要喺呢段時間揸緊機會往前衝啦。徵兆三，心態平和，煩惱自消。你以前係經常發爛渣嘅，但係依家心態會變得平和咗好多，唔係事情變咗，而係能量變好咗，磁場穩定咗，咁好運自然就會嚟噶啦。徵兆四，草木旺盛，喜事臨門。如果你突然之間發現屋企嘅植物變得好旺盛，咁就必然會有喜事臨門，因為草木為五行嘅水木，象徵係人住嘅地方，無論係貧富，只要屋企嘅草木旺盛嘅話，就必然會為你招財納福。咁睇到呢度嘅話，不妨喺評論區曬下你屋企嘅植物咯。徵兆五，肚臍奇養，腰纏萬貫。話肚臍象徵係一種福氣嚟嘅。如果你突然之間覺得肚臍周圍係好痕嘅話，咁就代表你嘅財氣同福氣有動靜，係大氣之象咁話。徵兆六，人氣爆棚。如果你發覺嗰啲小朋友啊、小動物啊，突然之間對你係特別親近嘅，唔使問阿貴，講明你嘅能量變好，運勢變好，所以先至吸引到呢啲小可愛。第三個玄學提醒，真誠地、強烈地咁希望人哋健康、發財、幸福，美好嘅祝願就會轉化到自己嘅身上，祝福所遇見嘅人都能夠圓滿，所遇見嘅人都能夠有好嘅結果，有好嘅頻率，都能夠快樂，亦都係衷心咁祝福自己嘅未來。所有嘅期待都能夠出現，所有嘅夢想都能實現，所有嘅希望都能夠如願美滿。呢一個就係佛家所講嘅隨喜讚嘆啦。四，養富貴相。你識揾錢存錢，就可以養你鼻頭上嘅肉；你平和嘅心態，淡定從容，就可以養你耳仔上嘅肉；你嘅人變得非常寬容，就可以養你下巴嘅肉；你飲食規律，就可以養你嘴上嘅肉；你熱情開朗，笑口常開，就可以養你面上嘅肉。你嘅面相就會慢慢咁變得越嚟越好。呢一個就係所謂嘅富貴相。五，當你下定決心咬咬牙離開某個錯誤嘅環境、錯誤嘅人嘅時候，你明顯感覺到能量回歸，會有一種好清爽、喜悅嘅感覺，身邊所有嘅事都回歸到正軌，然後你會發覺做乜嘢事都會變得特別順利，之前諗都唔敢諗嘅嘢啊，輕而易舉就可以得到好嘅結果。六，人喺行運嘅時候，啲錢係會跟住你走嘅。睇到呢度嘅話，寫低一句：我的財富不斷增加，每日默念3次，將吸引力法則發揮到極致，不妨試下。覺得呢條視頻幫到你嘅話，點讚、收藏、關注我，知道更多玄學真相。講5個玄學真相，唔好問點解，記得照做就得噶啦。尤其係第4條，一，錢係有靈性嘅。如果你想吸引佢，就記得以下4句說話。第一，無論喺任何地方、任何時候，都唔好話自己窮，因為越講只會越窮。第二，跌落咗地下嘅錢，無論係1蚊雞定係1毫子都好，你都要執翻起佢，因為你無視佢，佢亦都會無視你。第三，千祈唔好賭，因為你永遠都贏唔到莊家嘅。第四，當你睇到呢度嘅時候，講明你嘅財運就已經嚟嘅啦，相信自己一定會有錢嘅。講到呢度嘅話，為自己打上旺自己幾個字啦。第二，老天爺真係想俾嘢你嘅，就一定會推住你走。剛好你又有呢個諗法，想做某件事，咁啱又有個貴人幫你手，一切都好似水到渠成咁，糊裡糊塗就係咁樣成功咗噶啦。呢一個就叫做命。三，唔好影全家福，唔好影全家福。春節期間，一家大細難得喺埋一齊，好多都想係咪影翻張全家福紀念下嘅。咁大家都知啦，全家福嘅意義就係有一種特別嘅紀念意義噶嘛。但係有位大師提醒，唔好影全家福，因為天道既滿，人道既全。呢度嘅全家福只係3代同堂、4代同堂。咁如果實在係想影嘅話，踢1兩個出去，唔好同框。第四，你近排有冇一種好特別嘅感覺，覺得自己好快就會有錢噶啦？咁就恭喜你，呢一個唔係錯覺嚟嘅，因為人嘅氣同運係分開嘅，人嘅氣係會行喺運嘅前面。就算你當下過得好一般都好啦，只要你感覺到自己嘅運氣好起身嘅時候，好有可能你嘅氣會先到，而你嘅運即將到來。
依家你就可以為自己寫低苦難到此結束，餘生一帆風順。因為語言係有好強大嘅能量嘅，而我哋嘅命運亦都可以通過我哋嘅語言嚟改變。呢一個喺玄學上面叫做言出法隨，西方學派叫做吸引力法則。所以唔理你當下嘅處境點都好，都一定要學識喺日常生活中多啲同自己講好嘅說話，唔好講一啲唔吉利嘅說話。你一定要同自己講，我之前遭受嘅所有苦難都結束㗎喇，從今往後我遇到嘅都係好事，想要乜就有乜，想撈乜乜都掂。從依家開始，我乘運而起，祝大家好運。